你的價值，作者青蘋果，萬民愛萬民靈修分享。有一個聰明人，佢曾經係咁樣講過：一旦你明白你嘅說話嘅力量，你就唔會隨便亂咁講嘢㗎喇。一旦你明白你思想嘅力量，你就會唔會亂咁諗嘢啦。一旦你明白你出現嘅力量，你就唔會隨便去一啲不必要嘅地方啦。你要知道你自己嘅價值喺邊度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嚟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，因為他們不信神獨生子嘅名。約翰福音3章16至18節。呢段經文係主耶穌基督嘅聲明，係寫喺聖經上面，即係神嘅話語。你從呢一句嘅經文之中，我哋可以睇到我哋嘅價值，因為主耶穌基督係佢嘅無條件嘅愛，並且甘心樂意咁為你犧牲，死咗喺十字架上面。你知唔知道啊？你嘅價值係相當於神嘅肉身生命。你知唔知道啊？神係幾咁重視你呢？而呢個救恩嘅計劃就係一個好清楚講明你嘅重要性嘅證明啦。讀一讀個聖經啦，佢會啟示你點樣去得到呢一個美好嘅救恩。請你唔好錯過呢個咁好嘅機會，能夠喺永恆裏面與神同活，而且得到神兒女嘅一個身份。咁樣，你反省一下，你有冇超乎想象你自己能夠諗得到嘅價值呢？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賜俾我呢個重要嘅救恩，唔單止可以使到我能夠重獲永恆嘅生命，亦都能夠獲得天父兒女嘅身份。請你用聖靈帶領我重新悔改，跟隨主耶穌基督嘅步伐，走完我呢個千瘡百孔嘅人生路程，奔向與你一起嘅榮耀嘅生命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咯，咁你咪撳 share 咯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歡迎你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